各位兄弟平安，咱今日开始今日的主日礼拜，请咱同心来敬拜上帝。请早啊！
万国啊，恁着学罗耶和华；万百姓啊，你着称好伊，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耶和华的信实永远伫地，恁着学罗耶和华。这是要请敬拜团要带咱来敬拜上帝。我们可以一起站立起来，来敬拜我们的神。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梦里万物神永不息。我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那能力的穹苍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来赞美耶和华。我们一起开口，一起来赞美他。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园，全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觉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的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轮光里万物神永不息。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园，全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的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轮光里万物神永不停。我要全心赞美，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的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轮光里万物神永不息。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轮光里万物神永不息，一轮光里万物神永不息，一轮光里万物神永不息。在以赛亚书有说到，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主是我们信心的根基，在他爱里我们得刚强，即使为暴风雨中，信靠主耶稣，我们必不动摇。我的盼望在基督里，因他宝血我竟称义，我不信靠世界誓言，
是你爱里的刚强，风雨中他是主，他是主。黑夜来临，遮蔽容颜，安息在主恩典不变。每次经历狂风暴雨，我避难所在主里面，我避难所在主里面，基督是方教是你爱你的刚强，风雨中他是主，他是主。我们再一次宣告，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主，基督是方教是你爱你的刚强，风雨中他是主，他是主，基督是方教是你爱你的刚强，他是主，他是主，风雨中他是主，他是风雨中他是主，他是主。号角响起，主要再来，愿被寻见在他里面。我居住在主的公义，能站立在他宝座前。我们持续的站立。请有缘徛伫，咱来担心来念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念：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就是囝，咱的主。伊对圣神交代，对在水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彼拉多年来受苦，定是过死埋葬罗云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就天。打坐伫全能爸上帝大边，伊会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共同的教会，信同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活命。阿门。请坐。即时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天地主宰，也是大全能永活的上帝。感谢你的引带甲保护，咱经过一礼拜久的平安甲顺利。伫这新的主日，大家要做伙伫你的圣殿，要用吟诗乌乐来感谢你，恳求圣神降临阮的中间，开阮的心门，互阮专心虔诚来敬拜。
全年的爸，求你怜悯阮，脱离罪的头棒，伫你的疼内面，咱有望，望阮生活中拄着忧伤、痛苦、流目屎的事，恁拢会用你的话来安慰阮，互阮有力量，无惊吓。我会将你的话记牢在阮的心中，行做生活中的帮助。教会中有身体欠安、行动不便、伫病院的人，求主医治因，互因得到健康。有人有厝外出国，求主赐因平安。也为着教会的长子甲事工来祈祷，求主赐因有智慧甲力量来互主因。也为着教会会使行做一个有见证、恩典满满的教会，来在社区中来荣耀上帝。最后，阮要为着咱的国家来代祷。想使阮国家的执政者有够野的能力来管理这个国家，只是愿主的圣灵临到阮的心中，互你的话也嘛会使透过蔡长老的喙，互听的讲话，拢会使得到利益。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即是要请圣歌队来带咱来学罗上帝。
即是咱来看上帝的话，现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5章第8节到14节，我来读。以弗所书第5章第8节，因为恁前是暗，若是胆踮伫主是光，就照光明的人来行。因为光会记止在伫一切的好，甲伊甲精，会明什么是主所欢喜的，无伫参差伫黑暗无效果的行做，较好着即位因，因为因伫安静所行的，连讲拢见效。多凡事受即位的，就是互光所显明。因为竟若受显明的，拢是光。14节，所以讲，困的人就醒，对死人中起来，就基督的光要照恁。以上，即是要请蔡长老来讲道，题目是光明的人生。你们的姐妹平安，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各位有没有过中秋节？有。有没有吃柚子？有没有吃月饼？我还没有吃柚子哈。听说柚子要放很久，更愈久愈好。所以讲我袂食迄个，我家己要咧婆婆因兜食。婆婆因兜有无啦？还有出无啦？哦，感谢主嘿。总之这些真水的日子，因为咱看到光。今年的中秋节伫台北特别咧看到真光的月亮。咱看到月亮的时阵，这个月亮真，这毋是我翕的哈，这网络的哈，我无技术了好。我咱翕的时候，咱看101光，真正月亮真水。连续3礼拜，我只细只高山啊，即摆囡仔吼，我若提供大家爱细字。即摆囡仔吼，若小可艰苦拢发烧。我3礼拜前，我只高山啊发烧到39度，特别到40度，紧张啊，连去走营总。急诊念要走病院，阮即家3礼拜中间走，莫讲几啊抓啦，可能还无10抓，但是也差袂偌济啊！一直撞，规暝无啥敢困，哇！感觉到拜五时阵，感觉精神较好，出来去即个所在，开到9点，中秋节，咱的儿童乐园开到9点，我伫遐看到月亮，讲月亮好圆哦。个月亮好棒哦！我只高三给他问一个问题，他问我一个问题，我也想在这里问各位一个问题：咱车倒来时阵吼，月亮跟着我们走呢？我们那时小伙子问我说：“阿公，月亮怎么一直跟着我们走？为什么？月亮一直跟着我们走？你们有没有发现到？月亮就跟着你走他一直回家。”他在儿童乐园看到月亮，然后一直走。阿公还有看到，月亮，月亮怎么都一直跟着我们走，走到家里，月亮还跟着我们走月亮跟我们好亲切所以你有没有看到月亮？月亮会跟着你走。你要想一想哈，小孩子问你这个问题，你怎么去回答？月亮就跟着你走，因为你太乖啊，因为你最近的表现很好，而且你吃药。我们那是小猴子吃药有一个特色。我们用爱的教育都要劝2个小时，他才勉强喝下去。差不多2个多，刚开始的时候大概半个小时，然后慢慢增加，现在大概要2个半小时。然后他妈妈来，不吃，不给你看电视，然后就吃了。所以人比人还是气死人。我们有一个光明的人生，我们看到月亮很光明，月亮为什么光明？月亮会发亮吗？月亮越靠近太阳，越靠近太阳，伊会光愈光啦。月亮靠着地球来发光，靠着太阳来发光。月亮靠着太阳而发光，那发光。最近跟你讲一样书，我嘛感觉足光明的，因为差不多当时开始我唔知啦，我拢感觉讲吼，咱来咧手机啊、来音咱拢摕咧听手机，对不对？最近收讯很差呢。在办公室收讯也很差，我还叫那个咨询师特别来看看，说为什么办公室的 WiFi 有问题？是不是收讯很差？那回到家收讯也很差。每次说你讲话大声一点，干脆你用打的好了。
我差不多有2、3个礼拜收讯都很差，然后发觉到奇怪，大家讲话都听不太清楚。跟大家只要人多一点，人较济一个我咧讲话然后听无啥有呢。有当时见到呢，大家早间有当坐在后壁听足认真听。有当时见到咧讲啥听无啥有，敢若特别来听着讲到恩有教会北恩即2字听较有，剩拢听无啥有。到顶礼拜，因为最近感觉足侪代志。爱处理足侪代志，我感觉讲处理足侪，所以讲因带咧火屎无听到也好。主任委员一定坐遮，我做副主任委员坐伫边啊，我边啊坐迄个执行秘书，有寡代志咧讨论的时候，伊会带耳环边甲我偷讲，希望我讲寡情形是安怎？我甲讲，伊甲我讲，我听拢无。毋敢讲大声咧，人咧开会咧，就带伊嘛，想不要紧啦，即几礼拜互我会当养成功，你若差不多讲话，看你的面，我就知影你要讲啥话。我最感觉讲，阮大人敲电话，我甲阮大人讲，大哥，你那边收讯不好啦，讲大声一点啦。我大哥说奇怪，你讲话那么大声呢，我都有听到啊。我转将我的手机转摕过来这边听，足清楚的。这边听无。这边听足清楚，较无以前较大声尔。发现讲原来我这边拢无听到，这边较无听到尔。人家讲你嘛好啊，安尼阮太太来讲话我拢无听到，感谢主。然后到昨，阮迄只高山3礼拜中间定定发烧，起落落。你来细字囡仔传大人囡仔佫去幼稚园，佫去传染，佫倒来，佫发烧。阮大人家己拢戴口罩，尾也是讲伊好开始无挂口罩。阮太太对啊。到昨冻2日袂掉啊，昨带阮太太要去注射的时阵，车开的时候，他讲我声车迄个引擎太大声，乒乓叫。我太太讲今仔日车是海气少，引擎太遮大声。我来讲无啊，车本来就足大声，因为我咧买中古的啊。我无咧乒乓叫呢，我无啊，车本来就遐大声。我就甲菜，再开车的时阵，我开始放迄个，家己放人咧唱歌了，用这耳孔，有听到嘛？用这耳孔，嘛足清楚。我差不多2、3礼拜耳孔，这耳拢无听到，这耳无啥听到，即马拢总好啊。什么原因？毋知啊。我看去问林牧师，伊毋知有替我祈祷无？但是说你又感觉像讲，足趣味安尼个，这嘛是一种光明啊。乡个无听到，比较有听到。所以今日医务所书第5章，普通咧读第5章，拢是读第20、20到第33节。你读啥物？基督教教会关系，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所以婚礼的时候大概都是用以弗所书第5章22到33节在做经节。可是我今天反倒提到前面去，我用第8节到第14节来跟各位分享什么？光明之子啊，光明的人生啊。刚在中秋节，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光明的人生啊。所以圣经怎么告诉我们？以弗所书，刚才我们通过那个弑君之事告诉我们的：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所以你们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啊。我们通常都称子而已这个特别讲光明的子女。但行事为人，你会行大做人，还有足光明的呀。对面就是黑暗。当我要去做司法官的时阵，我要做法官，人就甲我讲，你要保持掉你本着你的初心，因为足侪法官到尾拢会陷落。我爱讲是，毋是1、2个法官尔真正是袂少法官会陷落，有的大有的小。举一个来讲，交保是裁量权嘛。我要互你交保，互你交保，不要小看呢。诸国中交保交保几亿，5亿，交保了后咧，走出去，5亿对来讲都无啥物诶。5亿那对阮婆婆来讲足济嘛，对无5亿有济无？足济啊！对我来讲嘛足济啊，4亿有济无？
还是很多嘛，可是对他来讲不多，只要交保就好。我民国72年去台北地检的时阵，人就甲我讲有一个贩毒的案件，迄阵贩毒拢死刑哈。你互交保好无？我想到互交保，阮听你讲，人摕来啊100万，迄阵我的薪水12000，100万，啊做功德啊，交保咱着做功德，莫互关安尼嘛是做功德，伊为着交保100万。迄边我若甲摕迄100万，安尼我今仔日可能老厝几啊间，总是我着无资格通徛到遮讲道。所以说我足坚决甲基督徒绝对无共摕钱，不管啥物人摕，我毋敢动因，总是我绝对无摕。我伫遮真好胆讲，基督徒绝对不拿钱，因为贪婪是万恶之源。好了。所以我们慢慢的在基督里面，我们要像光明的子女。所以经节里面一直在告诉我们，我们现今之子这个世代，我们要做光明之子啊！我们做每一个事情，让它趁着有光。哦，你要看中秋节有光，另外一家高山那细微呢，看到月亮，哎呦，好美哦！而且月亮哦，还跟着我们走呢。为什么月亮跟着我们走？玉芳，为什么？玉文，为什么月亮会跟着我们走呢？从儿童乐一直跟着我们走，走到我们家，看对我们多好。不信以后你看到月亮，看看月亮也会跟着你走。他问我们觉得好高兴。然后虽然因为他生病，所以他们很怕他生病。我亲戚那边很怕他生病，所以他一生病发烧，赶快把他送到我们家来，怕传染给他们。但感谢主啊，因为在我们家，所以虽然他们禁止他来教会，他这段时间他阿嬷拼命教他讲圣经故事，拼命教他跳舞。昨天晚上在那边跳，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看了眼睛都快掉下来。主耶稣爱我，谁最爱你？主耶稣，嘿嘿。那觉得感谢主啊！虽然这3个礼拜我几乎很少睡。而且暗时都有发烧嘛，无啥困着，总是讲主耶稣爱我，看小孩子4岁的主耶稣爱我，上帝谢谢你，让我们这3个月虽然是还好，他们很怕，然后把小孩子送过来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教他主耶稣爱他，这多美的一件事情！小时候他主耶稣爱他，又长大以后他就知道主耶稣真的是爱他，所以我们都是光明之子啊，我们是白昼之子啊。在黑暗，我们看到黑暗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心理上要有光明啊，要有光啊，就是我们的光照亮着我们啊。所以呢，关系如果有空的话，麻烦各位回去把约翰福音1章从第1节到第15节念一次。现在我们时间没有来念，本来我想说，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把时间拿出来，我们从头到尾念一次。约翰福音太初有道，在第5节的时候就讲说，光来到世界，光来到我们这里世界，我们有没有见到他？没有我们光来到他自己的地方，主要是说我们的光要照亮着我们的活命的光，结果我们什么拒绝他，所以第14节开始讲道成肉身的问题。我们拒绝主耶稣我们要成为光明之子，就要在主耶稣里面呢。就像那个月亮再怎么亮，最亮的时候是越接近太阳，它越亮，因为太阳的光可以透过太阳的光来照亮着我们。我们要透过主耶稣基督，我们要发光啊！我们记得不要讲说我好厉害，我好虔诚。我们再怎么样虔诚，我们越像主耶稣，我们的光就越亮。如果像主耶稣基督，那你光就愈光啦。所以咱更爱点主耶稣基督，咱做光明之子啊！咱爱做迄个，咱出来就每一个囡仔就是光明之子，咱每一个拢是上帝之女啊！咱是光明的，后世一遍主耶稣基督，一个行光明的人。咱讲，迄个法利赛人条，迄个祭司头条要考耶稣。因为照犹太人的律法，行监狱，卖用石头甲钉好死。迄个行监狱的，那个行奸淫的妇女啊，在那边发抖。
耶稣就在旁边画圆圈，在那边写字。耶稣说：“这个怎么办呢？你看这个怎么办呢？”他讲说，照律法的话，耶稣应该说拿石头把他砸死啊。就是在画圆圈讲起来说，你们中间没有罪的，你中间没罪，就可以拿石头砸他。他想一想，谁没有罪呀？谁没有罪呀？啊，我是有罪的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神的荣耀啊！我有罪，一个溜走了。耶稣头抬起来，望着这个妇女说：“他们都走了，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可以走了。不要忘记，不要再犯罪。”讲完这些话之后，他到会堂里面去，到女院。那时候是住棚节，大饼节。住棚节的时候，那个女院有4根柱子，上面都有烛台，烛台在那边。主耶稣讲一句话：“我是，不是我啦哈，主耶稣讲的，我是世上的光。”全部的人都搞不清楚，光不是在烛台吗？为什么你是世上的光呢？我是世上的光，你们的光啊，不要放在斗底下。光要什么？要放在上面，照亮世界的人，像灯塔一样。就像一个富翁，他要怎么继承他的财产？他就要试验他的3个儿子。这个故事我想大家都听过嘛。那这3个儿子里面，他就拿1000块给他们，说你们去买东西，我有个仓库，我这个房间，你买东西去把它装满，装的最满的人，我的财产我的事业就让他继承。因为他可以继承我的事业。3个老大里面就去买棉花，把它用的蓬松，哇，赚到1/3。老二傻瓜，稻草更便宜，买了一堆稻草，一牛车的稻草进来，哇，快满了，差不多4/4。老三呢，去买蜡烛，一根一根蜡烛把它点燃，整个房子就亮了。财主非常高兴，他说：“你就是我的继承人，因为光可以照亮全世界，所以我们要做冠冕之子，而不要做什么？不要做悖逆之子。我是世界的光。”耶稣基督在讲“我是”的时候，都有它的深含义。他讲什么？我是葡萄树，我是生命的泉源，我是粮食，我是门。这个在讲的时候，在告诉我们，主要说基督就是你要遵守，伊就是光啦，伊就是葡萄树，伊就是你通挖靠的，那像那悖逆之子啊，那悖逆之子的时阵，就是上帝无欢喜啊。伊闪避光，伊讲闭在乌昧中间，所以主要说叫咱你行大做人，行事为人要什么？不要随从今世的。这金世，看到月亮，阮细汉的时阵阿嬷就甲阮讲，毋通记月亮，记月亮会挂耳啊，记月亮挂耳啊嘛，你有去挂着无？你耳啊敢若等你呢？哇，细汉啊，那月亮得安怎？月亮得安怎？其实上就是在教这禁忌的。但是我们相对的，我们叫做悖逆之子啊，因为悖逆之子是不是上帝所喜欢的？因为这些事情，不管保罗先生连续讲2次，因为这些事情，神的愤怒会到你的身上。悖逆之子跟嫉妒之子一样，都是上帝所讨厌的。天使悖逆上帝，上帝就叫他离开天堂，下到房间里面当魔鬼，有一天受审判。亚当夏娃悖逆上帝，上帝什么？赶出爱甸乐园。我们悖逆上帝，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很多啦，比如说亚伦跟米利暗，就是摩西的迄个姐姐哥哥。米利暗要安怎？大麻风哎！我们看到押沙龙长得非常英俊潇洒，他因为大卫王最疼爱的儿子，为了篡位悖逆大卫王，结果他也是被杀死。最典型例子是什么？犹大。他悖逆了上帝，所以犹大最后是掉刀来主战。我们相对，我们要不要做悖逆之子啊？相对，我们要做什么？应该先认识主，要认识主，我们才成为冠冕之子。如果我们不是认识主，
我们不能成为光明之子啊！光明之子就是捌主耶稣基督带当做一个光明的囝。光明之子，咱看一个人，因为咱无讲足侪个，这个人咱拢真清楚，写14卷的书卷，伊写圣经的中间有14卷都是伊的。保罗先生，苏东西是伽马列的学生，是个大学问家，是个非常有权势的人，所以他取名叫扫罗 （Saul）。什么叫扫罗？扫罗就是非常有权势、非常有学问、非常饱读经书，能够当大官的人，叫做 Saul。他是扫罗，他四处抓基督徒。史提反死的时候，那个衣服是他在旁边负责保管。这个人在当朝里面是觉得以后一定成为大人物、成为大官的人，结果主耶稣的光什么照到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主耶稣的光照耀到他，他下来，眼睛看不到，到亚拿里亚就把他接到家里面去，跟他讲主耶稣基督的道理。从那个时候，他眼睛亮了，圣灵充满着他们。他改的名字叫 Paul 保罗。各位去查查看，保罗叫什么？保罗叫最没有用的、最微小的。他变成他说，他本来是觉得很伟大的人 Saul， 结果改成 Paul， 差一个字，他改成自己很微小、很谦卑的人。然后之后，他讲一句话。他以前啊，所有的一切，他现在什么都不重要了，他只重要什么？看耶稣为至宝。他本来可以当大官呢，本来可以很有大的权力耶，可是他现在已经看耶稣为至宝。所以我们相信，我们所看到的每一切，都让我们知道说，只要光照在你的身上，你这一辈子，上帝会跟你同在，里面得到永生。第二个，我们要追随主。今天看到这个月亮，我们家小猴子跟我讲，月亮是追随着我们啊！阿公啊，月亮怎么都追着我们在走？月亮那么喜欢我们哦，月亮真的很喜欢我们呢，就追着我们从儿童那里到家里。可是我们要追随什么？为追随主而走。追随着主，追随着主的话，我们就会像光明的子女。什么叫做像？像是如同嘛。我们因为追随着主，所以我们就会跟主越来越像，越来越像，会成为光明的子女。所以我们随时告诉我们，你们要完全，就像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上帝当然是完全的啊！各位看到没有？中秋节我们现在做什么？烤肉。我一直在想说，我们教会要不要举办烤肉？可是烤肉，上帝说，上帝所创造的都是美好，烤肉就是在破坏整个的生态，烤肉就不环保。所以我为了要不要烤肉，在那边挣扎很久。我在万里教会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讲：“蔡长老来烤肉了，来烤肉。”所以我争不过他们，我还是跟他们讲：“好了，烤肉，但是前提是什么？烤肉不能有烟。”现在听说木炭有没有烟的？有时用电磁炉，所以万里教会也有烤肉，但是用电磁炉在烤肉。但不管怎么说，光明人生有一个很大的责任，这责任就叫结果子，不是圣灵的果子啊！圣灵果子跟人类喜乐、温慈、忍耐，不是那9种果子。圣灵更能要我们结什么？要我们结良善、公义跟诚实的果子。这些果子告诉我们什么？良善、善良。一个人的良善可以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成就。我们要有非常良善的心。其实我到教会里面，我觉得深深感受到，我上深的感受，就人家中级拢足善良的，善良到吼，互欺负都点吱吱的。婆婆你要笑啊大声，你欺负你拢会嗨咧。无啦，伊嘛足善良的，叫伊做啥就做啥。这是咱教会，我感觉足感动的所在。有人讲啊，蔡长老你去中教，敢若去足久啊？呢，要来阮教会无？我讲无咧，我感觉我足少看到一个教会真正足善良的。这是我感觉足强，恁讲袂出去，我来讲。我所看的中教会是上善良的教会。我无看到中集中间，我咧开中集会吼，颠倒无声无句啦。毋是开中集会安尼吼，迄阵适当教人来开小会是敢若
看到大家拢准备一个刀仔咧，准备一面开一面准备要烧台，那个等于拢无话无句，说那个规矩啦。咱个善良的规矩，咱个诚实的规矩，诚实是真理，诚实就是真理呀、结公义的果子，我们只有讲公义，各位不要忘记呢。行公义的后面是什么字？谦卑。行公义存怜悯的心，怜悯的心是同理心，是谦卑的心，谦卑与神同行。所以我们不要光讲公义啊，更重要的是什么？要谦卑，不要光讲爱心，不要光讲诚实话，要讲爱心啊。我们要他的重点是什么？有一个人，他每次都因为他加班都很晚，所以他很晚啊。每次因为他太太睡眠不好，所以他每次加班很晚啊，灯暗着他就慢慢走进去睡觉。有一天他突然比较早点下班，想说可以跟他太太，好久没有跟他太太聊天了，没想到早点下班，家里还是暗着。他想说太太搞不好先睡了，因为他太太睡眠不好。他想说既然灯暗着，他也不敢进去，怕打扰到他太太，所以就在车上睡，伫大车困，大车困到隔顿日天光的时阵，伊就安尼念卡念手啊，很安静的把门打开，竟然发现他太太睡在客厅。他太太看他进来。说，你加班那么晚哦？他说没有，昨天我比较早回来，我看灯暗着，我就睡在车上。他说，我就怕你回来看我睡，不敢打扰我，所以我在客厅等你。可是我把灯关掉。这夫妻就是这些傻事，可这些傻事里面是叫我们知道吗？那就是善良啊，那就是爱啊。真正的爱最后一次是什么？每日要审查，我要审查什么是主所喜悦的。有一节经节，罗马书12章第2节，很漂亮的经节。那么本来要请大家念，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要给大家念。大家来念一次好了。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多美的一件事情啊！你只要心里更新而变化自己呀、你既然是新造的人，你就是一个基督徒，你要熏香之气，你要让人家觉得你是光明的一面，而不是那种黑暗会算计人家的。就像那个腓立比教会里面的有阿爹跟寻都基，他们两个都是在生命册里面有的人，两个都是非常好的人，但是什么意见不合啊？所谓的意见不合，不是说在长职位你不能讲话，而是你应该讲话，但是讲完话之后，大家意见要一致，那个共识以后就是大家的共识。所以我们应该要知道爱与恨。什么叫爱与恨？爱恨都是一种力量，爱是一种力量，恨也是一种力量。恨能够挑起争端，爱是什么？能遮掩一切的罪。所以爱与恨里面很重要的爱的力量是什么？是一种建设的力量。可是恨的力量却是什么？仇恨的力量却告诉我们，那是一个破坏的力量。不要恨，没有恨，人家不管对你怎么样，可能讲话你不高兴，不要恨。我们说爱的对面是冷静，是冷漠。其实爱恨很可怕，我们自己要知道。所以在第11节到第14节里面，各位自己看一下，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那些暧昧无益的事情，我们不要去参与啊。所以要结束什么？良善、公义、诚实的果子。我们要查看什么叫做善良、纯全、主所喜悦的。我们要看看这些里面11节到14节，就是我们要结的果子里面，就在这里面显示。所以我们要有主的爱。我们在主的爱里面，要在爱中坚强。有2个字，最近神学上非常在讨论的是，一个字叫做神圣的无情，一个叫做神圣的摆烂呐。可是我觉得摆烂很难听，所以我把它写逃避哦。这是真的，神学里面有什么叫神圣的无情？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为了神圣起见，可能做的这些事情，你能不能尽力追求到完美？在这种完美之中，你可能会有一些无情。就像刚才那个彭文丁就在问我讲这边电视播出来，讲咧看潜水艇的时候，他无看到你的名，他无看到你。
我好忙为什么？我实在很不敢外出因为外出出去把靠就无用我前面看过做了，跟准备得力我每个礼拜大概最大的时间就是准备得力，就歹势你听到可能是讲这都无啥物，总是在主面前，我真的是希望每一篇道理能深入你们的心，因为这是主给我的一个恩赐，我也很珍惜。虽然我知道讲的不好，可是我知道主里面所爱的，主希望我在这个良善里面做一个神圣的无情，就他没办法。你一定要跟我们去喝酒，你要跟我们去应酬，你跟我们去酒家，我一定要拒绝他。我拒绝可能得罪很多朋友，这是无情，可是那是一个神圣的无情。我可能很多的逃避，我很多的那个英文叫做 laziness， 就是这种懒惰了。为什么叫神圣懒惰？不应该看那些不好的东西，不应该想那些不好的，看黄色小说啦，看那个每天骂来骂去，互相的争辩，不要你的耳朵。所以那2-3个礼拜我耳朵听不到，有时候我说谢谢，感谢主让我体会到说都听不到有个好处，搞不好人家在讲你的坏话你都不知道所以各位觉得说奇怪，今天我跟蔡某某讲话怎么他只跟我都在猜你大概在讲什么，我一直在猜你大概在讲什么，因为我听不到你在讲什么。现在不要讲我坏话我都听到了相对的那个神圣的爱情，你们会感觉得到这种神圣的无情。圣经在告诉我们，那么二昧五昧的事不可参与还要告诉我们什么？要把这种事揭发出来。揭发出来不是叫你去做不卑所以揭发出来更重要的是什么？你要真的是要行公义。我在经常也很讨人厌，因为我行公义，所以很多人会讨厌我。这事不应该讲，所以我现在因为蛋我已经闹了这么大，本来是这个礼拜要出新闻的，可能下个礼拜你就看到我们要查蛋到底怎么一回事嘛？你们来跟我简报一下，怎么讲了2-3个礼拜，还到现在还讲不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一个女孩，有一对恋人在亲戚里面很受欢迎，他们2个都是大专生，2个非常的恋爱，在亲戚里面也得到大家的喜欢。2个大四了，就到图书馆里面去。到图书馆里面，2个在找资料，刚出来的时候，忽然一辆车疾驶过来，酒醉驾车，就男朋友当场把他撞死。那就是也被撞死，昏倒了。女孩子昏倒了，送到医院，昏迷了，昏迷不醒。教会的人全部来看他，大家为他祷告。他的妈妈全部来看他，其实他们也很紧张一件事情。如果他醒过来，万一问大伟嘞，万一问她男朋友嘞，怎么跟他解释？怎么讲？他就看到她的男朋友当场被撞死。他如果起来的话，大哭，他一定很难过，不晓得该怎么办。昏迷了1个月。醒了过来，大家好高兴，大家一直很紧张看着他，看他在笑。哎呦，你们都在这里不好意思哎呦，我躺多久了？1个月发生什么事情？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没有啦，你就生病在医院躺这样然后又正常了，毕业啦。去到公司上班，公司大家都好喜欢她，一个阳光的女孩，每天有展亮的光明的笑容，很高兴的跟大家在一起相处，在团体里面大家都很喜欢她，信任很好，很会事情。有一天他们去灵修会，大家就互相在那边分享，其中有一个气友比较少来，已经很久没有来了，也参加他们的灵修会，在灵修会中间突然问说：“怎么没有看到大伟哥？”全部人都愣住了。怎么没有看到大伟哥？都是看这个女孩子，但就是赶快岔开话题讲别的。那女孩子笑一笑，不必了。我知道大伟
被车撞死的。啊，你都知道哦？当时我醒来的前一天，其实我听到你们在哭，也看到你们在祷告。你们很怕我起来会想大卫，你们很怕我起来会大叫、大哭、大闹。我在想说，我要给你们一个爱，那种爱就是你们所看到的基督徒是充满着爱、充满着光明。所以我就假装我不认识大卫，我假装那段过去都没有了。那个医生还自作聪明，医生说遇到那个大车祸、大难，通常记忆力会消失，所以他是记忆力消失，我没有消失。其实每天晚上，我想到大卫都哭得我的枕头都是眼泪。可是第二天我都擦干了，我还是用笑脸跟大家在一起，因为要让大家知道说，主耶稣是爱，是有效的。虽然突然大家看到他眼眶红了，我到现在每天都很想大卫。这位弟兄，谢谢你。的确，我是一种神圣的无情，我是无情的。你们以为我都忘记大卫，其实我没有。我是希望你们大家也忘记他。可是有一天我们在天堂会相见。我不是逃避，我的逃避是一种神圣的逃避。我没有逃避，可是我面对的是我最心爱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会遇到的任何一个事情，请你们往光明那一面想。当我知道我的耳朵听不到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反正是高兴的。从今以后谁骂我，我都无所谓。当我又听到引擎声音的时候，我告诉你，我更高兴，因为我又听到了。失而复得，上帝就等着你们，上帝等着每一个人。有一天，他等着你到他的怀抱，他等着抱在你的怀中，那是美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让赞美每天飞扬。我们是光明之子，每天过着很快乐的生活。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爱之中，虽然我们这种逃避，可是那是一个神圣的逃避，是一个神圣的无情。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是光明之子，有着主的爱。好，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来唱一首歌。这大家都很熟，先坐着唱就好。我们当光明之子的时候，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们都要记住，在这美丽的时刻，我们相聚在一起，神的爱拥抱着我们，神的爱充满着你，从谁经过他的爱，让赞美进入他的眼，进入了永生万物，他有气息都要。弟兄姐妹们，也许你这辈子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黑暗面。遇到你这些东西在阻碍的时候，希望你知道耶稣在照顾着你，他希望你是光明的，你是光明的子女，主耶稣永远会给你一个光明。你们要知道，依靠主的人
一定会得到胜利。不要害怕，请各位站起来，我们唱最后一次来。我们相聚在一起，神的爱带着我们，神的爱充满着你，让世界进入他的门，让赞美进入他的里面，基督要神万物，万有齐。要赞美他们，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上敞开。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请坐，这是大家准备心来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请起立来应奉献诗。请来吟诗信诗第391首，吟诗后请蔡长老来教导。诚心咱又起来连也是上帝祝福。无论对主要所基督无穷无尽的稳定，去被上帝因为改变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班赞夫妻因娶，今日三甲地地特别甲出外兄弟姊妹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
请坐。即是我来报告。后主理使用者，请家己看哦。若是有担当的哦，请准备先。消息报告吼，我重点来念吼。今日自下后吼，要召开定期的中执会吼，请中执准时出席。过来看下一页。第4点吼，就是咱10月28、29号吼，要伫苗栗吼有要举行退休会。今日是上后一天的报名哦，今日到今日为止哦。若是有意愿的吼，紧报名。有报名的吼，请今日吼紧甲迄费用吼交互林文玲执事吼来，是慧华执事吼来报名甲交钱安尼，因为即摆要订饭店的房间啦，所以吼，互伊较好作业吼。下一页我们预定礼拜五10月6号早起10点咱阁要请迄赖培伟传道来带领马可福音的查经欢迎大家来参加。好，报告到以上今日礼拜有小组的分享读经的进度是雅各书第2章第1节甲第5章第6节公道的事项伫小组中来带导叶老师有要先甲带咱来导读即时请叶老师先带咱来导读叶老师在。亲爱兄弟平安吼。咱顶礼拜有讲过，到雅各书他最强调的就是行为了。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还有听到，还有行道。再来，他这一些里面，他有讲到说，你敬虔的时候，敬虔，一个人说他很敬虔的时候，敬虔是一个什么样的？他说敬虔就是照顾孤儿寡妇啦，照顾孤儿寡妇，还有没有玷污那些世俗这一些了哈。所以他接着他就讲说，你要有洁净清洁的心，还有你洁净的手，你才可以进到神的殿这里的哈。跟那个诗篇里面所讲的一样。接着他讲到说，一个人一定要什么？要勒住你的舌头因为他说舌头怎么样？舌头他说舌头一方面赞美神，一方面来咒诅人。咒诅他说人是什么？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竟然你在咒诅他，所以怎么又在赞美又在咒诅了？所以他说，你如果说可以把舌头可以管制得好的话，你就是一个完全人。接着在第4章第4章第3章后面，他讲到说有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智慧，说你要追求天上来的智慧。这些属地的智慧就是苦毒、嫉妒跟纷争。会扰乱，跟各样的坏事的，会制造这样，还有斗殴、杀害。再来属情欲的，就是妄求啦，妄求目的就是要在宴乐中来享受。再来是淫乱，跟世俗为友，以神为敌。再来属魔鬼的智慧呢，就是骄傲，还有批评跟论断，还有夸口。所以他特别讲说，知道行善却不去行了。夸口里面他特别讲到这种。所以有些人会讲到说，我计划怎么样，要到哪里到远方去赚大钱赚大钱，做生意赚大钱。他说我明天怎么样你都不知道，你为什么在夸口这一些其实耶稣也有讲过这一个比喻也有讲过。所以他说不要夸口以后的事情，你反而要怎么样，及时行善你今天你就可以行善你知道有善行你不去行，就是你的罪。所以要顺服神，抵挡魔鬼啦。要顺服神，抵挡魔鬼，要亲近神，神必亲近你们。再来要洁净你们的手，清洁你们的心，在主面前谦卑，主一定会必叫你们升高。再来他说，私欲是所有的纷争的根源失欲
哦，私意就是你自己的自私的这个念头，哦，所以上帝不会赏赐给满怀私意的人。再来有哪些呢？有斗争跟争吵的这个私意了，有贪图不成哦，你们就记恨妒忌哦，嫉妒没有获到这个结果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生了这个争吵，就会发生了这个杀害的事情了。再来接着他讲说，你们得不着，因为不求你们求了得不到，是因为什么？妄求了哦，妄求是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之中。所以神抵挡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哦，这个特别在讲说，所以你们要抵挡，要顺服神，抵挡魔鬼哈，亲近神。接着他讲说要警戒自夸，刚刚有讲过了哈，要及时行善再来警戒维护不仁。说有钱的人哈，有钱的会有富翁这些人你一定要周济穷人不要说只顾着什么，只顾着你的享乐他特别讲到，他说当时他当时的情况那一些富足的人是什么？因为在末世的时候就知道积攒钱财积攒钱财再来他说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的时候，你们亏欠了他们的工钱这个利未记里面就有记载，一天的工钱你一定一天要给他们不能隔天再给他们，不能这样因为他需要这个生活费嘛所以他说这工钱有声音呼叫了，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进入到万军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你们这些富有的人，他说享美福好宴乐了说到末世的时候那怎么办呢还有他说定了义人的罪，把他们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这些义人不抵挡你们你们为了钱财把他杀害了最后他讲到忍耐跟祷告了，他说祷告所以特别讲说忍耐，说不要彼此埋怨，不要彼此批评跟论断你祷告的时候，他说彼此认罪，互相代祷，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他特别这样讲了。所以他特别举例那个以利亚的祷告，所以弟兄们，你们中间有迷失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的时候，会遮盖许多的罪这里面有那个遇到故事里面有讲到那个原理啦讲的原理，你的恭维喜恭维喜，第一个原理经常会怎么样？关于自己的时候，就是会夸口了，容易夸口，容易夸张，还有虚荣关于别人的时候呢，常常会什么？会批评了会批评，在言语上不够和善，不够尊重别人有的时候呢，又会怎么样奉承阿谀别人这一些是关于别人。在关于圣功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表面上你说赞美这个人，但是背地里面会批评这一个人这个是原理的那一些问题了这个雅各特别把这个提出来讲，其实没有错了每一个地方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这个批评了，有纷争就会有了。唯有用爱心唯有用爱心互相包容里面就讲遇到故事里面有讲到一个故事了他说讲到在战争的时候，随军的牧师那个在美国里面发生的事情那个牧师就讲到很多人有一个护士就跟牧师抱怨了，说很多人就一直批评他，骂他，他说他很生气我这个战争的时候被派到这里来，已经很倒霉了，怎么还一直批评我那个牧师怎么回答？牧师讲说，你拿了一杯水满满的一杯水突然把你撞到了你那个水里面装的，要是那个很臭的时候，发出来都是那个很臭的那个味道。你那一杯水里面装的，如果说都是一些精油啦，有一些这一些都就是有一些香味的，那撞了倒出来的时候，就有香味了。所以看你啦，人家批评你的时候撞到你了嘛，你倒出来的是什么？你流出来是什么？是不是耶稣基督的慈爱？是不是耶稣基督的慈爱跟满满他的恩典？如果这样的时候，别人也会感受到。谢谢各位。
这是咱麦岛闭会，也请信歌队来唱祝福的歌。这是来行平安礼哦，请向隔壁头前的弟兄姐妹来请安。